用。少道主果实信任，他们今日此番设计，看来是针对你的。赵某倒是受了池鱼之殃啊！这血誓，今日就算两清了。你以后就是极阴岛的狗了。这些年没见，孙氏说，你的脾气还是那个老样子。死丫头，都长这么大了，还记得我吗？恶贼，你就是化成灰烬，我都记得。记得就好。你也不错，竟然能算计到这个地步。此等心机，倒是挺适合我极阴岛的。怎么样？要不干脆跟了我，从此逍遥快活？呸！恶贼，厚颜无耻！行啊，你去杀了极阴老鬼，夺了岛主之位，还有那日在魁星岛上的所有手下，也全部杀掉，一个不留。我就跟了你，绝无怨言。不愿意就算了，连赤火老怪都请来了，这阵仗还真是不小啊！孙氏说，你在通天雾海中藏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今日舍得出来啊？难道也是盯着那处秘境来的？只可惜你不躲起来等着开店，倒是叫紫菱丫头给利用了。多说无益，师傅他老人家想来是时日无多了。若是今日能在此地将你剪除，这极阴岛就是本座的囊中之物了。原来此人是极阴老祖的徒弟，自立门户了。难怪他这一袭用的都是极阴岛功法。莫非此前他们追我，也是误以为我与此人有关？成败在此一举。紫菱恳请众位前辈助我杀贼。身外化身，醒悟的晚了，本座倒要看多久能把你炼化。杀！
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没输。不好！这是什么功法？如此邪异！是你，不过我也不是几百年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弟子了，区区分身还留不下我。乖徒弟，你还真敢和为师动手不成？天都失火，你竟然真的练成这魔功了！原来这么多年，你都是在故意示弱于人。老夫今日教训徒弟，心情不坏。只要你们在这禁神牌上交出3分元神，从此归顺极阴岛，便可安然离去。金神说，3分元神，说的轻巧，元神陷于他人之手，一旦被抹去，轻则变成吃人，重则当场毙命。此事绝不能答应。极阴前辈，难道连我都要上交元神吗？赤火师侄，你可听过逆行之下，生死一念，2条路，臣服或者死。妙音门的丫头，听说你想向老夫复仇，还公开悬赏，说什么灭极阴岛者，妙音门双手奉上。这番胆识，假以时日，或许会成为老夫心头大患。但是现在还不行。情况不妙，速速离开为好。孟某自有3万贯了，既不愿与老祖作对，也没兴趣受人驱使，先走一步了。好快的遁术！放肆！本座在和人说话呢。
前辈，近日紫菱失策，连累前辈了。前辈莫要担心，等回城之后来寻我，紫菱还有解决之法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先保命要紧。血魂，来吧。老东西，若是当年我没逃出这极阴岛，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你的一具身外化身了？乖徒儿，不要说的这么见外嘛。师傅的师傅，师傅的师傅的师傅，都是这样过来的。不过，我们比你厉害些，不是逃走，而是……所以呀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不适合做我极阴岛的传人。把须田残图还给老夫吧，你拿着也没用。这样说不定老夫会大发慈悲，晚点再将你做成身外化身。还说我不像你，这些话真该让我这些弟子们听听。这老十字图，就是毁了也不会给你的，死心吧，师傅。大家不要被这老魔吓住了。附身之术，至多能发挥出本体3、4成的实力。天都石火纵然强横，但既是附身之人，这种新练成的神通是用不了几次的。老祖如此决绝，看来赤某也无法置身事外了。很好，加上这赤火老怪，2名结丹后期修士，应该能拖他一阵。好啊，那你们就一起来吧。好啊，那你们就一起来吧。这老魔由门主和赤火前辈负责拖住，其他的人先随我一起对付赵征那叛徒，最后再合兵一处对付老魔。是。果然是训练就这魔法，杀妖之躯。不知他们身体里是不是也炼制了那什么5星鬼丹？先速战速决，解决一遍。
是全拜你所赐，去死吧！前辈，此人若是不除，将来前辈与我在天星城，怕是再无宁日。知天雷烛是被人劫走，却转而许诺给在下，此剑毫无诚意，莫不是早就存了杀人灭口之心？既然做初一，就别怪别人做15。你身旁那人用的是极阴岛的功法，难道你就是当日他们在魁星岛冲击的那人？知道的太多了。此人保命手段还不少。这就是流影珠，幸亏是曲魂用玄阴诀解决的，插也插不到我头上，不然还真麻烦。多谢前辈，为妙音门处此奸贼。如此，我们应该可以走了。这附身分身只能保持3重功力，那岂不是还有机会？若事情有变，再走不迟。若是能在此除掉乌丑，倒也省得被他日日盯着。只有用极阴制寒的法宝，才能克制一二。我先用寒力珠抵挡片刻，一找机会用癸水魔功困住他。
是件好法宝，可惜你还未能驾驭得了，为师就笑纳了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！我与你们拼了！此地，此地不可久留。速去！赤火倒戈了，快逃！怪徒弟，你先和赤火好好玩玩，等我把其他人打发掉，再来和你叙叙这师徒之情。这是什么药物？不好，他要逃！赶！那么怕死，为师就偏不让你逃！沙丹分身，用的挺熟练的。像玉石俱焚，没门儿！这是什么药物？奇奇，竟有金丹中期水准。到底有多少这种东西？皮还这么硬，太棒了！还是一走了之吧，被基因腾出手追上来就糟了。
要被人追杀。恭贺师叔今日得偿所愿，清理门户。师叔果然也是逆星盟一员，师侄险些铸成大错。赤火贤侄，今日仰仗你了，任他们千算万算，也没算到逆星盟这层关系。谢师叔抬爱，逆星之下，生死一念。师叔话一出，师侄自是醒的。虽与紫丫头有约在先，但师叔有命，自是由不得他了。不过这妙音门该当如何处置？他们此番逃脱，必然要去找星宫寻求庇佑。若是大长老星宫若真是要为妙音门出头，又怎会放任那赵征挑梁？说到底，还是他们根基浅薄，虽有些手段心思，但连个正经的结丹修士都没有，不和他老夫斗。星宫双圣多年闭关未出，想必没有那么容易就能离开星宫。这不就是我逆星盟的最好机会吗？都说双圣常年闭关，研究元磁神山，若是能顺利勘破秘法，岂不是要进阶化神？到时候这乱星海，怕是无人能挡他们了。若是那样，岂非更好？化神之身遭极于天地，真要是有那么一天，他们怕是巴不得要甩掉星宫这个包袱呢。师叔说的是，况且这元磁神山来历成谜，所有信息都来自一位不知名的上古修士。若是这位修士故意诓骗我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化神飞升，这可……说得好，究竟是要自己亲自去看一眼，方知这世间真谛。受教了，师叔，师侄告退。果然是白玉之主的蛛丝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亏得小丑见到此人背影时有所触动。师弟呀，师弟，当年我俩一同犯的老鬼，约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为何自行逃走？难道
是怕我将你炮制成天都练魁。算你机灵，我还真有此意。没想到你竟然留了传承。不管此人和你什么关系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的。疼死了！每次老祖上山，都跟散架了一样。适才听那个人的名字，姓韩的，果然当初用了假名啊。不过我这么一闹，多半夺去天星城了，可惜了。走吧，回岛。孙师叔，跟着我们回家吧。在海底躲了那么久才敢出来，到了天星城，终于可以安心一些了。哎，你看，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来，这可是仙人摸过的，新年新气象，聚会去的。哎，哥哥您看一下呗，这好东西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瞧一瞧看一看，仙人摸过的，聚会去了，聚会去的，哎，看一下来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门主请您见面一叙，他说是有关什么竹子的，一说您就知道。他能逃回来，还算有点本事。前辈似乎之前就与小姐相识。前辈是不是去过魁星岛，参加过那一年的双圣节？前辈对晚辈多加照拂，是不是因为认识家父？果然，他们都说父亲是叛徒，可是小姐和前辈却对我这么好。果然还是不觉间结下了因果。温姑娘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文强兄是个好父亲。走，我与你去见你家小姐。走。
霞姐，前辈来了。你们慢慢聊吧，思月去做事情了。这丫头还是这样莽撞行事。要说起莽撞，还是汪小姐更胜一筹吧。厉前辈说笑了，还是应该叫韩前辈。若非此次莽撞行事，竟然还不知道前辈真姓。可惜，非但未能报答前番救命之恩，反而又令前辈陷于险境。汪宁当真是急得五内俱焚，悔不当初，请受汪宁一拜。紫菱门主，过往之事不必挂怀，此次遇险能活着回来，已殊是不易。紫菱只是外人的称呼，门主什么的更谈不上。其实，当年与前辈分别后，我尝试寻找过前辈，想要报答前辈救命之恩。但是极阴岛当时也在蠢蠢欲动，紫菱担心找得太前，反而暴露了前辈行踪，这才作罢。没想到能在此与前辈相遇，想必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指引吧。是啊，这一晃几十年了。此前我一直在闭关修行，也难怪你找不到我。只是没想到今次会如此失态。其实，此次请前辈过来，一为赔罪，二为报恩。前辈在寻的，可是天雷烛。只是没想到今次会如此失态。其实此次请前辈过来，一为赔罪，二为报恩。前辈在寻的，可是天雷烛无疑。是的，可惜此物多半是与孙门主一并落入了极阴岛之手。此物就是天雷烛了。当年爹爹知其珍贵无比，特意分作了2节，这便是另外一半。若是此物对前辈有用，就请收下吧。韩前辈，谢岛一役，紫菱确实没有算到会是这般结果。我自以为的万全之策和种种后手，在绝对实力面前不值一提。前辈先后救了紫菱和妙音门2次，这点东西何足挂齿。3大灵物之一，天雷烛，而且看样子还能继续生长，这下子也算值得了。既如此，多谢紫菱门主，此物确是韩力所需。韩前辈，紫菱还有一不情之请，还望前辈垂听。请讲。不瞒前辈，经此一役，我妙音门虽说侥幸清理了门户，但也损失了仅存的2位结丹克卿长老，元气大伤。若不是本门在天星城还有些根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次事出突然，赵征和副长老又都死于极阴岛功法之手。你可按照此前所说，把当日遭遇公之于众大声疾呼，如此一来，新宫也不得不将这笔账算在他们头上，让你压力减轻一些。不愧是韩前辈，受教了。
不过前辈也许已经料到了，紫菱其实还想恳请前辈出任本门的客卿长老。紫菱门主实在是太爱了。如今韩某只想潜心修行，无心卷入这些是非，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不过无功不受禄，韩某愿出临时买下这段天雷烛。门主意下如何？前辈既然不愿受拘束，那可否担任本门的名义长老？紫菱保证，只是借前辈与那位身外化身的前辈结丹修士之名自保，绝不会去做什么招摇之事。若是本门真遇到什么麻烦，前辈也可自行斟酌是否出手。事后，妙音门会另行重谢。若是前辈依旧觉得不妥，紫菱也不强求，只是这天雷烛还请前辈收下。再说什么买不买的，可就太见外了。哦，对了，文思月是如何到了你门下的？思月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思月。所以你知道他的身世，依旧收留了他。当年我安顿下来后，去将魁星岛事件中的死难者都寻访了一番，所以思月的身世，我自是知道的。为何不告诉他真相呢？我们当年可是最后见到他父亲的人。那样不过是会让他更加痛苦罢了。说到底，他也好，他父亲也好，都是被命运裹挟的苦命人。既然是天意叫我遇上他，那我便对他好一点，也算是给我自己一点慰藉。此事做不得伪，看来这位汪小姐心性不差。既如此，便多帮她一回吧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就借着结丹修士名声与你们一用。你们可以放出风声，明面上不会加以否认，只是这往后的路还要靠你们自己。多谢前辈，紫菱不会让前辈为难的。而且，从今以后，每年妙音门经商所得的1成收益，都会送往前辈府上。汪小姐，你所幸知道危机四伏，一时疏忽便是全盘皆输，还是要尽快提升修为，方能在这世道存活下去。韩前辈说的对，紫菱会努力的，希望还有再见之日。禀大长老，妙音门紫菱门主求见。老夫已经听说了，你能全身而退，
已属不义。妙音门的损失，我也会让星宫来给个说法。妙音门的一切都是星宫给的，唯恐辜负星宫和大长老的期待。只是，赵福二位长老被极阴岛奸人所害。这下妙音门总算是全数回到你手里了。不过，门内2个结丹期修士都不在了。你接下来准备如何应对啊？紫菱已聘请了2位相熟的结丹修士作为客卿，尚可自保。与极阴岛的争端该当如何，全凭大长老做主。眼下星宫也缺人手，你能自行找到结丹修士镇场子，甚好。虽说我与那极阴老鬼约定停战，但是此次他们确实做得过了，得敲打一番。可惜啊，你修为还是太弱，未来这几十年，好生修炼吧。此物名为虚天残图，暗合一处名为虚天殿的秘境。待开启之时，你可以自行去寻找一些机缘。不过最好找结丹以上修为的修士同行。谢大长老将如此天大机缘赐予紫菱。若是技不如人，死在里面，到时候可不要怪老夫。好了，去吧。是。记住，只要你还能继续证明自己有用，老夫就不介意继续扶持于你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王恒贤侄，你这个女儿啊，天雷烛之所以被称为3大神木之一，就是因为其中蕴藏的雷电。然而2000年以下的天雷烛只能释放普通雷电，相当于中品雷阵符的效用。不过对付寻常妖兽和筑基期修士已经够用了，而且用过以后温养于内，还能徐徐再生。看来以后倒是能省下不少扶持了。等长到5000年以上，雷电就会变成蓝色，威力也会增大不少。而万年以上的天雷烛，便是传说中所谓的金雷烛了。雷电会转变成淡金色，被修仙者们称之为辟邪神雷。此雷一出，镇压诸邪，魑魅魍魉，无所遁形。说是妖邪之辈，哪怕是做了亏心事的人听到，都要胆颤3分。
了新的，太好了，可以继续培育了。既然小绿瓶有效，那不妨炼制出全套72把飞剑。哼，看这下谁还能撵着我跑。不过，等竹子们长成，算算怎么也得20来年。成套的飞剑铸造起来，还得用特殊的法阵来祭炼，最后再以大眼诀中的神识分解之法催动，才算完美。看样子，是时候把云霄兄弟和如音姑娘的技术学起来了。还有，修习大眼诀3层，还有一次红尘劫要赌。红尘劫，红尘劫，红尘劫。这红尘劫到底是什么？难道要回到凡人之中生活，体验红尘？罢了，多想无益。就在这红尘中，好生走一走吧。新店开张啊！哎。老板，恭喜啊！多谢多谢，随便看。我只是个掌柜的，老板是筑基真雄，平时不在。不过只有店里面的物件可都是货真价实的，随便挑，随便选，随便选。试着不用神识，用心去感受。奸商师叔当初是怎么做生意的来着？哎，客官。两位仙子，想要点什么？此物无相馆，最适合两位，只要2块灵石。我不要。哎，他不要，我要。我要了，我先说要的，他先介绍给我的。算了，学不来，随便吧。这边新开一个店，咱们去看看，有什么喜欢的呀？我买给你。好。两位顾客要点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平安符，这个很适合你啊。想要此符吗？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此物，最低可卖2块灵石。那算了。不好，开高了吗？咱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怎么行？这可是你最喜欢的珠子。你听我说，
你出海杀妖兽也是为了赚灵石，给我们买个安身之所。我无法修行，帮不上别的忙。这点身外之物，跟你出海犯险相比，不算什么。可这太贵重了。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，两位你一定要收着。老板有礼了，在下姓秦，劳烦你把这珠链留着，千万别卖，等我出海归来，定来赎回，感激不尽。两位收好啊。那，你把它收好。好，再回家。今天晚上给你缝个袋子放起来。好。你这次去出海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听说海上有很多可怕的妖兽。放心吧。这女子看来不拘灵根，唉，当真是造化弄人。谁啊？是我。贫道法号小龙。阿爸。老板，我家小龙是不是有灵根，可以修仙呢？这位大叔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灵根符可以测试有无灵根，但是不能确定灵根是何匹配。太好了，我儿子有灵根，我儿子可以修行。阿爸莫慌，小龙我一定早日成为修士，精通法术，这样就可以帮阿爸办重活了。算了，不管灵根如何，只要有修炼的机会，多些寿元也是好的。不过我这符……老板，这符我用过了，别人也用不了。不如送给我做纪念，以后我飞黄腾达了，我一定罩着你这小店。现在的小孩都这么自信的吗？抱歉啊，老板。这个符多少钱？我怎么还要打人啊？我能先赊着账吗？我一定还，一定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阿爸，走走。哎，走过路过的乡亲修士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宝贝可不得了啊，是我店里的镇店宝，照见万物寻宝利器，它的名字叫万物罩。再来一遍好不好啊？这个宝贝可不得了，是我店里的镇店宝，照见万物寻宝利器，它的名字叫万物罩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嘞。开业第一天，第一单赔钱，第二单干脆倒贴。虽说不止这开店赚这点零食生活，但我好像确实不适合做生意。这位客官，掌柜的吧？我姓何，就住在你这个店上方不远处的洞府内。主籍后期，不过从面色看，似乎寿元将近。原来是何先生大驾光临，您里边请。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那您是？掌柜的，会下棋吗？还以为今天好歹能开张呢，罢了罢了。来，正魔两道那些大门派自不必说，他们想打虚天殿的主意，拦也拦不住。但近来一些中型门派，
也想进入其中。如此一来，岂不是这次进去的人会多出1倍？不仅要让他们去，还要让他们提前了解虚天殿，让他们觉得，只要进了虚天殿，法宝、灵药就唾手可得。大长老明鉴，这虚天殿乃上古大能所留，现在这么多人进去，岂不是那个狼多肉少啊？说的是啊，有道理。诸位认为，乱星海的主人是谁？是星宫吗？错。乱星海的主人是我们全体人族修士。千万年来，与妖族对抗，与天地争利，靠的都不只是我等这寥寥数人，而是全体人族修士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虚天殿夺天地造化，凡进入存活者，都能得到莫大的好处。何况现在妖族蠢蠢欲动，多选点人进去，历练一番，这不正合了乱星海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法则吗？大长老所言极是。其实我们的意思是，别看现在这些正魔门派不对付，万一他们得了虚天殿的好处之后，沆瀣一气，联手对付咱们，到时咱们该如何自处？原来你们担心此事，不错，也算是有点可取之处。不过放心吧，老夫已有计较。一入虚天殿，他们必定各自为战。你可有心为我星宫出力？故所愿也，不敢轻耳。那此次虚天殿开，便由你与我同去吧。既如此，全凭大长老做主。这何仙师修行的天赋，可能全在下棋上了。自从几年前他来店里下棋，我就没赢过。号外，天星月报，仅为1块零食。说吧，有什么新鲜事啊？掌柜的，话说最近修仙界可发生了不少大事儿。首先是妙一门商会颁布了对极阴岛的禁令，您猜怎么着？这星宫之下的商会是纷纷响应啊，气得那巫丑暴跳如雷。秦阳门少主之前被人暗算，据说命都没了半条，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但奇怪的是，那仇家不仅伤了人，还盗走了青阳门的什么宝物。据说这少主的伤啊，有一半是他老子圣毒之液打出来的。哦，没兴趣。掌柜的，我说你这属于光脚的笑话穿鞋的，你自己连灵根都没有，还在这儿指点江山。最近外面可不太平，7、8个中情势力为了争什么残图都打过头了，已经引得星宫出手调停了。你说这什么图，是不是藏宝的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在这里瞎晃悠了啊！你不是要去城里夫子那儿上课吗？
还不赶紧去啊！快去啊！这是公家的，要上交的。这是小龙的，多谢掌柜的。这小子连个储袋都没有。掌柜的总这么照顾小龙的生意，等小龙修炼有成，成了小龙真人，一定把来你殿上赊账的修士，通通给打趴下，不在话下。好像最近就只有你赊账啊，没有别人了。掌柜的好说，咱们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臭小子！哎，别自己全用了啊，记得给你爹抓点药。哟，还真是一步好棋呀！赢，总是你赢，一定很没意思吧？这有一点吧，但还是可以忍受的。哎，来，咱们继续啊！啊，